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今日我哋會繼續講思考致富呢本書。你哋有冇一個夢想，植根咗喺自己嘅腦入邊都好長日子噶啦，但係都遲遲未開始呢？William 都有嘅，William 呢其實又成日都想去做 gym 啊，想大隻啲，但係都係得個諗字。有時候呢會同自己講，喂，等一排先再開始啦，等時機成熟再開始啦。即係等我諗清楚再開始啦，因為真係好忙。咁希爾就話啦，呢啲等一等嘅心態咧，正正就係摧毀我哋夢想嘅最有效嘅武器。因為咧呢個等一等，其實就永遠都等唔到。所以佢話啦，成功者同埋失敗者之間咧，最大嘅分別，並唔係智商，唔係才華，唔係運氣，而係佢哋做決定嘅速度。書本入邊呢，就講咗一個美國獨立宣言嘅故事。1776年喺費城呢一間屋仔入邊，有56個人聚集咗一齊，佢哋做咗一個改變歷史嘅決定。佢哋呢要簽一份文件，宣告脫離英國嘅統治，建立一個獨立嘅國家。眾所周知呢，其實美國係喺英國度獨立出嚟嘅。咁但係呢份文件嘅代價係乜嘢呢？如果佢哋失敗咗，等待佢哋嘅就係叛國罪，係絞刑，係家破人亡，係會死嘅。但係咧，佢哋冇時間諗清楚，亦都冇時間咧去等待時機成熟，即係咧冇得話等一等啊。因為咧英國嘅軍隊已經企喺佢哋嘅門口啦。但係呢56個人迅速咁做咗一個決定，將自己嘅生死置之度外，喺嗰份文件上邊簽咗名。希爾就話啦，呢啲就係下定決心嘅力量。當你真正下定決心，你嘅大腦就會停止尋找退路，開始尋找出路。最後嗰56個人贏咗啦，美國得以獨立。而嗰啲呢，等一等、諗一諗嘅人，永遠都會留喺歷史嘅角落入邊，冇人會記得佢哋嘅名字。希爾呢喺書入邊繼續補充就講啦，多數人呢喺遇到挫折嘅時候，最常做嘅一件錯事呢，就係佢哋將計劃失敗等同於佢哋人生嘅失敗啊。但係呢兩件事其實係完全唔同嘅事嚟噶。計劃失敗只係代表個計劃唔夠好，需要換一個新嘅計劃。人生失敗係點樣呢？人生嘅失敗就係當你決定唔再嘗試嗰一刻，你嘅人生就係真正嘅失敗啦。我哋喺書本入邊咧都講過愛迪生啦，係咪？大家都知道愛迪生係一個偉大嘅發明家。咁愛迪生喺發明電燈泡嘅過程入邊呢，其實就係失敗咗超過10000次。咁有記者就問佢啦：你失敗咗10000次，其實你有啲咩感想啊？有咩感受啊？咁愛迪生就話啦：我呢係冇失敗過10000次嘅，我只係發現咗10000種行唔通嘅方法。其實每一次嘅失敗都係令佢距離成功更近一步。咁睇翻我哋身邊啦，咁可能有時候好多人呢，遇到一啲事情呢，佢哋想做，但係呢，佢哋唔敢開始嘅。咁呢，其實佢哋唔係唔知道點做喎，咁可能就係驚做咗之後失敗就會俾人笑。咁佢哋會諗呢：如果我試完失敗咗，人哋會點睇我呢？咁樣。咁希爾就話啦，其實呢種被怕批評嘅恐懼呢，就係拖延症最深嘅根源啦。咁有咩方法呢？解決嘅方法得一種嘅啫，就係立即行動。當你開始咗行動嘅時候呢，你就冇時間諗呢，人哋會點睇自己噶啦。正如 William 咁樣啊，即係 William 做呢個說書嘅頻道呢，其實都諗咗好耐，因為諗自己把聲可能又唔好聽啊，自己又冇時間啊，即係好多嘅考慮。但有時候唔好嚟啦，買咗啲器材就做第一集啦。咁做下呢，而家都做咗幾集啦，咁都唔理啦。可能講得唔好聽都照去咯，就係咁樣啦。希爾呢喺書入邊分析咗呢500個成功人士之後呢，佢發現咗一個共同嘅特質，就係呢啲成功人士呢，佢哋做決定非常快，但係要改變佢嘅決定呢，非常慢。但係呢樣嘢就同普通人啱相反啦。普通人呢做決定好慢，成日都好猶豫，但係呢改變決定好快嘅，因為呢一遇到困難就放棄。
思考致富呢本書咧，都距離而家90幾年啦。咁佢講嘅呢個概念咧，去到而家現代咧，都有一種好接近嘅講法嘅，咁啊叫做快速失敗、快速學習 （fail fast, learn fast）。嗱，我哋去到美國嘅矽谷，大家都知道美國矽谷係美國入邊一個科技嘅重鎮啦。咁入邊有好多好優秀嘅公司，咁咧佢哋喺公司咧會推出一啲產品嘅。咁喺某啲公司咧，當佢要推出產品嘅時候咧，佢會有一個咁嘅原則嘅喎。呢個原則就係咧，佢哋會先推出一個不完美、一啲都唔完美嘅產品，即係咧有瑕疵嘅可能係，然後咧會快速收集用戶嘅回饋。然後快速改進，而唔係咧用好多年嘅時間喺度研發喺度諗，然後將產品做到完美，先至推出市場。William 咧覺得呢種方法咧其實都好啱嘅，對於我自己咧都係好啱用。咁 William 咧其實都係有時候咧會係諗好多咧都未去做嘅人嚟嘅。咁有時候咧諗太多咧真係錯過咗好多嘅機會。咁所以有啲嘢咧即係。而家就諗少啲啦，一諗到做咧，就不如去試下先啦。你一路試嘅時候咧，就會發覺自己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咧，你自己再去改善咧。咁樣反而我覺得你有進度、有進步，你咁樣見到咧，一步一步走落去咧，就會慢慢慢慢咧去做到一啲嘅事情出嚟。咁所以呢個方法即係大家都不妨去試下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到書本嘅第五個核心，從夢想去到計劃，需要嘅唔係完美嘅準備。而係迅速嘅決心，係要快啊，要立即行動。但係呢度就係一個問題啦。就算你有咗計劃，有咗決心，當你遇到真正嘅困難，所有人呢都話你唔得嘅時候，究竟係啲乜嘢嘢令你可以繼續走落去呢？希就話啦，呢個問題嘅答案收埋咗喺一個關於黃金礦脈嘅故事入面。一個人距離黃金只係剩低3尺嘅地方就掘到金啦。佢放棄咗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講呢個故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